真侪大自然的动物，食物结构有特殊的功能，亲像一寡食物的叶啊，就有防水的功能。咱人类也会透过风生学的这款学问来模仿因的结构，来开发新的科技。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邀请大学的教授规划学生囡仔的风生学课程，透过亲手做实验，了解这个学问。甲水滴伫叶仔顶面，观察叶仔防水甲吸水的差别。国立东华大学的教授带学生囡仔去外口观察杂草，头一摆遮尔啊认真看杂草，参加的学生拢感觉真深刻。平常时你袂去注意遐个草啊，毋过老师带你去熟悉伊的时阵，你会感觉足趣味的。以前没有看过，没有了解，以前只有在那个书上面看过。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为了要让学生囡仔会当了解风生科学甲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举办风生手作工作坊，我们带学生去看食物的结构，搁互因动手做科学的教材，来模拟高血压行为。我们的科学主题有3个：一、杂草环境教育；二、蚂蚁寻机小车；三、仿生设计。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让孩子们来知道、认识环境跟科学之间的关系。在外面找杂草，可以看到很多有关杂草的知识，认识新的杂草，有亲水性、疏水性、超疏水性等很多。上课教授表示，有一寡食物的叶仔有防水的特性，风生科学就转换伊的原理，发明防水的材料，亲像2片一组的黏膜带，嘛是为七哥草的倒插转变而来。风生科学运用伫生活中真侪所在，透过课程除了互学生亲身体验生物的特性，嘛会当来培养因对自然环境观察的兴趣。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